我们借这个机会啊，按照往例啊，我们非常开心、高兴的时间到了，就早斋以后，师父呢都会简单拿一些祖师大德的话啦，这些他们讲的这些语录所说的法呢，来跟各位大家交流。那么首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印光大师这句话很重要，他讲这一段话太重要了。那么我就借这个机会给各位大家介绍，让你们呢能够了解到说他的本意。印光大师对我们众生的期待是什么？他讲这一段话，他说：“净土一法呀，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诚实诚宗之总持法门。总持法门。”那么印光大师，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修有证的高僧大德。他讲的话，当然我们很信赖，我们值得我们依靠，我们不会去怀疑。他怎么说呢？净土一法，就是说净土就是念佛的法门。这个方法呢，念佛这个方法呢，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三世一切诸佛的过去也好，现在也好，未来也好。过去已经成佛了，现在还没有成佛的，或者未来还没有成佛的，那么这些所有一切的诸佛，他要上成佛道，下化众生，他要成就这个佛的道业，圆满佛道了，圆满这个佛道。各位，或者是他要下化众生，要成佛也好，或者要度众生也好，怎么样？诚实诚宗之总持法门，这从开始要到最后结束圆满了，就是必然要修持的法门，这一定要修持的法门，叫总持法门，这一定要用这个方法，你才能够成佛，也才能够度众生。你看这句话有多重要？我们念佛的人就增强了无比、很坚定的信念，说念佛成佛也要念佛你要度化众生，也是要传授这个念佛法门就是印光大师这么一个卓越高超的智慧提醒我们大家，所以我们念佛对我们来讲，不管是现在或者是过去的佛啦，现在的佛，未来的佛。一定都是用念佛法门来度化众生，来转法轮，让众生以后这些罪恶的凡夫有所依靠。除了这个念佛法门以外，各位糟了，你很多众生的根气很庸俗，很低劣，他什么法他学不起来，他没有这个条件可以学。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念佛法门简单、容易、方便。是适合我们所有广大十方众生，大家你可以做到，我可以做到，大家都可以做到。所以难怪我们阿弥陀佛的第17愿，48愿当中的第17愿叫做诸佛赞叹愿，所有的佛都来赞叹，都在赞叹阿弥陀佛，都在赞叹阿弥陀佛，也都在称念阿弥陀佛，在介绍阿弥陀佛。所以佛都在念阿弥陀佛了，何况我们凡夫众生该不该念呢？那应该念。那么伟大的成就者，功德都具足圆满，福慧双修，神通福报样样都齐全的这种佛道的成佛的人，他也在介绍阿弥陀佛，更何况我们呢？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末法年代，在此时此刻，我们要赶紧把握时间，珍惜时间，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如果你想要跳脱六道轮回，想要离开这个生死的痛苦唯独，就一定要谨记在心，要依教奉行，好好的念佛，把这句佛号抓住。那么为什么要念佛？我一再的跟你们说明，因为念佛是要靠佛，不是用念佛来压你的烦恼。不是要压住你的烦恼，不是要来赶走你的妄想，不是。我们人的妄想，你是一个众生，你与生俱来的，你一定有这个习气。
如果你今天完全都没有杂念了，没有一点点散乱心了，坦白讲，你已经是修道已经有相当的程度了，你已经大部分都是接近阿罗汉了。你没有一点点念头，我们要恭喜你，恭喜你。但是毕竟我们是一个罪恶的凡夫，对不对？看到什么就会妄想，就妄想啊。然后你看善的念头、恶的念头夹杂，一直不断的层出不穷的从内心里面的澎湃、很汹涌的一直浮现。你想想看，我们众生怎么能够有一天清净下来呢？不可能啊！那所以念佛为什么要救度这一种没有办法亲近的人？照样给你机会，照样给你希望。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念佛不是要拿那个佛号来压住烦恼，不是。念佛要深切的明了，我念佛是靠佛，是佛要来救我。我知道我是一个罪恶的凡夫，但是佛不嫌弃我，不嫌弃我，他永远要救度我。哦，我安心了，是这样子。念佛是要靠这个佛来救度，所以念佛法门叫做安心法门，也叫做救度法门。所以印光祖师这么苦心苦心。这么慈悲的来提醒我们大众，就是一定要好好的以念佛而来成就，念佛来成就。所以我们今天呢，很幸运的，很幸运的，很有福报的，我们能够在这个人生的生活过程当中接触到这个生死大法，接触了，我们碰触到了，所以我们很感恩，大家都有希望，人人都可以修得成的。都可以达成的，所以人人都可以去成佛。今天我们简单把印光大师的这一段内容呢，做一般比较肤浅的介绍讲的如果不够圆满，请大家要多见谅。谢谢大家，阿弥陀佛。